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叶牧师。12月20，转回转，诗篇80篇1到19节。我们要祷告的经文在19节。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求你显示慈爱，我们就能得救。我们曾经活在那恶性循环，我们总是无法逃脱那样子的困境。我们总是想要改过，却没有办法吗？怎么样才能使人醒悟过来，停止错误，然后归向上帝呢？今天的这个经文在诗篇，我们一样可以看到，就像79篇一样，此时诗人他所存在的地方处境是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入侵毁灭，许多的百姓因此逃离，要到南国犹大的土地。在这片黑暗之中，只有上帝的百姓是他们的希望。上帝是百姓唯一的希望，于是他们心系国家和百姓，期待赶快回到圣殿当中，诚心向神来祷告，祈求上帝能够赦免，并且能够拯救这个国家。我们看到第80篇一开始就讲到，这位上帝是牧者，这位上帝是坐在二基路伯上发光的上帝，是万军的神。我们看到有4个地方都讲到，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。第3节说，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光照，我们便要得救。另外呢，7节也是，万军的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光照，我们便要得救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可见我们实在是很难去回转的，唯有主你可以帮助我们。14节，万军的神啊，求你回转，从天上垂看，眷顾这葡萄树。再来第4次，在最后，耶和华万军之神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，使你的脸发光，我们便要得救。在这里，这篇诗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我们人能够回转向神，蒙神拯救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来改变心态，或者是用一些好行为来弥补，是因为神的灵感动我们的心，他用他的慈爱光照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呢，需要神光照，需要神拯救吗？靠我们自己是很难改变什么的，我们只会在那个漩涡，在那个恶性循环里不断的犯同样的错。唯有这位神，他凡事都能，这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特别的地方，是他的怜悯。好不好？我们可以依靠神，依靠神来帮助我们回转。主啊，你呼唤我们，我们就回应你的呼召，因为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我们愿一生一世追随快跑。有一位拉维撒加利亚，在17岁的时候，因为对人生感到毫无意义而自杀。获救的时候，躺在医院病床上，母亲照顾他。有一些基督徒信徒到医院去探望病人，就送给他们一本圣经。
他的母亲那时候还没有信主，却读圣经给他听。在所有的经文中，令他反思，最让他可以反思的地方，就是一句话。而这句话是什么呢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的19节。他说道：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约翰福音14章第19节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当拉维撒加利亚后来信主之后，带着他的妻儿再次去到了他祖母的坟墓，那是他们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。而他们却发现了一件事情，很奇妙的事情，就是他祖母的墓有一排字。这排字是什么呢？写着就是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约翰福音14章19节。因为主活着，他要我们跟他也活着，我们活着才有意义。我们知道吗？拉维的母亲过世的时候，也是同样用这句话哦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神就是这么奇妙。原来在神的身上早就有心意，要拯救他所爱的拉维撒加利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活着吗？我们曾经失了脚，离开了主吗？我们知道神用他的爱呼召我们吗？我们愿意回转，追回来追随我们的主吗？好不好？我们静默看这一段的经文，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。他用他的灵，他的话，使我们转回，使我们可以回转。主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。主，你是我们唯一的依靠。我们在生命中来思考，是不是我们活在
这世代中，我们需要神，让神帮助我们自己，也为我们的国家来祈祷。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是袖手旁观、冷眼批评的态度，或者是我们为教会的领袖热切来祈求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唯一的依靠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今天再次用你的话语，主啊，我们要恳求你来怜悯我们的国家、社会、教会。圣灵来感动我们回转归向你，救恩之光引领我们走出黑暗，进入光明的国度，好叫国家经历主你自己的恩惠，并且看见你复兴的作为在你的教会，在你的儿女们身上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我们今天活出光与盐的生命，引领黑暗中的人来遇见上帝的拯救。我们下次见。